有袂当了解，何害阮的爱？讲伊是善听的人，毋是理想的翁婿。我本心伤悲，毋敢告见，希望伊原谅阮是乱良的女儿。心爱的人，离开故乡到台人，心内是更加痛苦，问题无可安。伊对阮真情真意。阮也对伊情意重，阮命生活着无人走茫茫，幸福的甜蜜渐忘，变成一场空。拜托着袂能替阮对伊来表示，当今阮并无勇气反对父母的阻止。心爱的就爱打拼，毋通耐心。